真理在哪里？学姐告诉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格布。我发现最近身边的小女孩都喜欢暖男，就是那种白白瘦瘦的、高高帅帅的。不过我可不一样，我喜欢留点小胡子的男人，像是吴秀波，多犀利呀！我的胸毛也很犀利呀。谁要看呀？不过我身边也有一个异性朋友，他的胡子非常的稀少，所以就很羡慕那些有着浓密胡须的男人。别人总跟他说这个胡子会越刮越浓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作为士兵，要想在战场上存活下来，必须武装到牙齿。防弹衣可以保护你们的身体，帽子可以保护你们的脑袋，但是你们的脸怎么办？不要啊！我不要脸！脸好像转对头，害什么害？擦！只有密不透风的胡子才是你们最后的屏障。胡子要是浓密，必须每天都刮。哦，一天刮3次。呀哈哈嘿吼吼呀哈哈呀哈哈嘿呼哈。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刮出来的胡子，以后长出来才会刀枪不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明白个屁！没有见过真正浓密胡子的威力，你们就不会好好去刮胡子。把手板手给我交过来！呼哈呼哈呼哈嗨！看到了吧？孙班长虽然挂了，但是他的脸完好无损。这就是胡子超高的防御力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么胡子到底是不是越刮越浓密呢？果壳网的花落诚实是这么告诉我们的：人体的毛发是多是少，是粗是细，是黑是浅，其实跟你是刮了它还是剪了它都没有关系，决定它的是你的荷尔蒙跟基因。学姐，我的荷尔蒙就好旺盛。看出来了，你的雌性的确是偏多。另外，直接影响毛发生长的毛囊其实藏在皮肤很深的地方，所以你表面的剪切是不会影响到毛囊的，所以也就不会影响到毛发的状态。在此，我奉劝各位男士，最好每天都刮胡子，因为不是每个人留了胡子都是吴秀波的。还是看脸啊？这次说对了。有的时候某人多看了你一眼，从此开启了一段良缘；可有的时候，就因为你多看了别人一眼，就被打进了医院。大街上这种奇怪的摩擦实在是太多了，可能没说怎么样，就是看了一眼，结果就干了一架。学姐，你也爱打人吧？说话小心点哦。那么，到底要如何在避免挨揍的情况下，正面回应陌生人的挑衅呢？第一招，装熟人。站住！你瞅啥？1秒之内装熟人。是我呀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找打呢吧你？我是你小学同学呀。哦，长得都认不出来了。对，要不是你经常拿小报告，我也不会留级。我要揍你！别打脸。我的爱好不是脸。妈妈，我要挂了。第二招，装外国人。你瞅啥？1秒之内变外国人。萨瓦迪卡。哟，泰国人，来切磋一点泰拳呀！不是，误会了。哟，还会讲中文，装什么泰国人呀？我打你哦！厉害。第3招，跑。哼，你瞅啥呀？你还不说话？难道是传说中的蛋蛋姐？我的手已经机不可耐了。我就是不跟你们这种女人计较。那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这种恶意的挑衅呢？这里给你做了个总结：第一，不要老上下打量对方，人家不是怪物，当然会觉得不自在了。第二，别老盯着人家女朋友看，女朋友受到眼神骚扰，自然要维护一下。第三，别老看人家手机，无论是你多么喜欢的剧，你都不要再追了。总之，总结起来就仨字儿：别瞎瞅。瞅你咋地？哟，来，你上来。当然了，我还是希望这个世界多一些包容和理解，少一些摩擦和矛盾。大城市人山人海，不想排队面试怎么办？不想排队进电梯怎么办？不想排队上厕所怎么辦？不死鳥鐵打完，內打邊俾人粉。呼應後立下生龍伏虎，銘少年打精你後古之憂。打精隨便打，不死鳥。说到这个身份证照，一直是我的死穴，因为他总是把我照得特别丑。真的只是照的问题吗？那你倒是掏钱给我垫鼻子呀！
其实无论好看不好看，身份证照都可以轻易的把所有人拉到同一水平线上。那为什么身份证照就不能好看一点呢？小美，我现在终于当上警察了。你是因为知道我喜欢英雄气概的男子，所以才去当的吗？那你现在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愿意。分手吧，日子没法过。不是，我说你为什么呀？不是当初说好了我抓坏人你洗碗的吗？那你抓过坏人吗？你看，这是我自己的自拍，再看你给我拍的，这一张，这一张，还有这一张，全都一样。那我在单位就是给人拍身份证照的呀。拍个照片你都虚，还不如隔壁老王呢。一个不会拍照的男朋友，我要你干嘛使啊？哎，好，亲爱的，咱们这样好不好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再让我证明自己一次，行不行？最后一次啊！哎，来，站好，收下巴，抬头，露耳朵，1、2、3。那为什么身份证照要看上去格外丑呢？果壳网的.618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：其实证件照在多数的时候都很难比真人要好看，因为人眼具有脑补功能。什么光线不好、角度不好、情绪不佳，这都不是事儿。只要认识时间足够久，你就是帅哥美女。更何况派出所毕竟不是摄影棚，光线、角度、器材都有限制，拍出的照片当然不能和艺术照比了。除非像我这样天生丽质的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好像也没好看到哪儿去呀。谁拿到身份证了？还给我！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写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最近我跟朋友一直在看电影，看了好几部类型相同、内容差不多，而且都有共同特点的电影，总结起来就是砰咣咚，反正就是打打杀杀的。我这朋友就问我了，学姐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？那我问你，为什么这电影里面的主角都有个大绝招，但是就是死活不用，非要等到被打成狗了，连妈都不认识的时候才肯用呢？难不成英雄们都是抖 M？歪理在哪里？老师告诉你。大家好，如学姐所问，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。其实，在很多经典的影视剧作品，甚至是动漫作品当中，如果你爱钻牛角尖，是可以发现很多问题的。我们先来举个例子，在第1滴血2当中，兰博开直升飞机与敌机对峙，不幸被敌机打中迫降，而敌机飞行员欣喜若狂，露出得意洋洋而又似笑非笑的神情。结果兰博突然坐起来，暗示偷袭，猛下杀手，反败为胜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就很不合理。在他迫降的时候，敌机有足够的时间再补一刀，可他偏偏要嘚瑟再确认一下，还不断展示自己那猪头一般的嘴脸，结果成了炮灰。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影视剧思路，主角一般很谨慎，善于抓住各种生机，而生活中很少有这种机会，因为那是现实，也没有主角光环这一说。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，影视剧思路影响了很多作品的结构。明白这一点，再来看就了然很多。为什么主角一般都是最后才放大招解决敌人，而不是一上来就释放呢？尤其日本的特摄片、机甲动画等等，经常就是这个套路。以奥特曼为典型代表，为了避开这个固定套路，新世纪以后出产的奥特曼已经开始玩各种花样作死的手法，而早期的比如初代杰克赛文则尤为明显。赛文时期已经开始注重花样的变化了。在内容上来看，在放大招之前，奥特曼通过与怪兽的博弈，可以详细了解敌人的特性，知己知彼，从而掂量自己可以用何种必杀来解决它最合适。这是一种先收集大数据而做判断的正确思路。第二，就是我们一开始强调的那个影视剧结构。赛文干了其实不下30多个怪兽，以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，甚至病毒，打斗手法也是非常绚丽，极大淡化了观众对于一招毙命这种简单粗暴手法之诟病。如果一上来他就开大，那么其实30多个怪兽完全可以压缩在10集里啊。第三，这是我更加个人化的揣测，即便我们抛开创作因素，还是讲人物设定和内容的话，如果奥特曼等主角一上来就开大的货色，那么但凡有侵略准备的敌人，势必会研究应对策略，大招大多都是能极其消耗你体力的，万一人家留个后手，你就抓瞎了。所以说这个就跟那个做爱一样，前戏很重要，既方便自己也方便大家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老师我的歪理。当然，如果你想听对的话，还是要继续关注学姐知道。谢谢老师，老师说的可真好。那到底为什么英雄会在最后1秒才使用大招呢？一般在做虚拟故事的时候，编剧总会有2个重要的考虑条件。第一呢，就是要为凑篇幅，也可以说是为了剧情冲突提供足够的空间。打个比方吧，总不能英雄上来第1秒就把敌人给秒杀了，难不成我们要看90分钟的庆功宴吗？第二，要符合剧情内在逻辑，比如主人公可能只会在最危难的时刻才会激发内心的求生本能，然后克服了心理障碍，最终使出了大招。简单来说，难道你会在玩斗地主的时候直接上来就砸2王吗？我会直接出4个2。那你们是真二。不
知道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，我上厕所的时候吧，总要手机里拿个什么东西，比如说手机、书、报纸，实在不行，宣传单也行。不嫌纸硬啊？其实吧，我只是看上面的文字而已，总觉得上厕所不拿个什么读物，心里空落落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站住！你的教材呢？俺没带，给教室里了。没带。作为一名学霸一中的学生，忘记学校校训了吗？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入册带书学业精。不利用上厕所时间做一套习题，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校徽啊？叔叔，俺刚转学过来，不知道这规矩，明天不让中不中啊？俺快不行了啊！不是我不通情达理，我要是为你开这个后门，又怎么对得起那些争分夺秒的学生？你再看那边女厕所，就算有教材也得等，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那俺回教室去拿。哎，你现在回去拿也来不及了，我专门为你们这些新生准备了一招。198一本，我可不是为了挣钱。学霸一中是一所100年老校，爱读书的传统不能丢啊！哼，你这是借鸡生蛋。老师说了，投机倒把的歪门邪气不能长，就算是憋死俺，俺也不会跟你同流合污的。看完上面这个桥段，我也是醉了。不过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人们在上厕所的时候习惯手里拿着读物呢？这是个由来已久的传统了。1000年前，圣格里高利生平的作者指出，高悬在城堡塔楼里的中世纪厕所乃是不受打扰阅读的最好地点。不过，大部分人没有这么高尚的需求，他们这样做大概只是因为我们发明了抽水马桶之后，大便成了不怎么费劲的事儿，因此可以靠阅读打发时间。更何况，人在上厕所的时候手里有纸，心里才踏实嘛。学姐，我也可以让你踏实。宁愿要一卷手指。你有没有在厕所里面见过这样的情况？我是说这样浪费厕纸的情况。茉莉花牌环保型卫生纸，自带电击功能，智能控制用纸长度，是公共厕所的不二之选。茉莉花牌卫生纸，人人都爱它。最近我个男同事日子过得特别拧巴，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讨好未来的岳父。买车买房买包啊，满脑都是钱呀！说实话，刚开始我也这么想，不过后来一问才知道，根本不是钱的事儿。是有一天他去他女朋友家了，可能父母也不在，干柴烈火，热血青年，两人就没把持住。正在热情的时候，他爸回来了，一开门，那场面太尴尬了。虽然老人嘴上没说什么，但是心里肯定是不爽的，总觉得后来对他态度也不太一样了。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化解这种尴尬，讨好未来岳父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师傅啊？还有，你刚刚嫌弃我们沙龙首席贪婪师，而他只是个洗头小弟而已。你和他在一起，能有什么幸福？师傅，你不要再说了。还有你，想泡你师姐是吗？可以啊，除非你能证明你可以给他幸福。哦，给他幸福。哦，这样。工作时间，先看书。我对你太失望了，师傅。我已经找到了给他幸福的办法。寂寞旋风袭，情场霹雳剪，一剑清新离子烫。我成功了。这发型的确很有幸福感哦。但是，完全就没灵感，没内涵，你根本就不配泡师姐。灵感。竟然还有时间玩游戏，一个人渣！师傅，这款游戏可以给我灵感，很快我就可以成为美发总监了。教教我怎么玩。好啊。人渣！玩游戏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你根本不配泡师姐。做小事。扫地掉洋灰，无能；洗头竟然还有洗发露，浪费！一角钱都会收到假币，废物！
就来公平竞争吧。师傅你个混蛋！其实讨好岳父这事儿啊，首先你就不能太腼腆，要主动一点，多和老人沟通一下，把他们哄得开心一些，教他们一些新鲜事物，比如说上网、逛微博、逛一逛比较大的贴吧论坛，这样的话让他们觉得自己依旧很年轻。那你们无论做什么，他们都不会觉得很过火了。总结起来，就让他们觉得自己依旧很年轻，在一起欢快玩耍的娱乐时光下化解尴尬。那我可以这样对你的家长吗？其实我爸妈是觉得，只要我能嫁出去，一切都不是事儿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写知道全部内容。